我是乐乐，爱定我的频道，嘿嘿嘿嘿。啦啦啦啦啦，嘿嘿，看我的，我踢，搁踢，嘿，嘿，我已经踢真大力啦，上座球也是一直落落来，要像月娘安尼悬悬挂伫天顶。我搁试一届看卖，我踢，哈哈哈，这届飞足悬的，应该袂落落来啊吼。啊，哪会安尼啦？乐乐，你咧做啥物咧？机器人，我咧踢球，我想要甲球踢到像月娘遐悬，会当悬悬挂伫天顶。不过球哪会拢一直落落来？呵呵呵，乐乐，你敢有听过万有引力？万有引力，迄是啥物啊？安尼，你敢有听过一个科学家互苹果啃掉的故事？我无听过呢，你紧甲我讲。那安尼，乐乐，你就要斟酌听我讲哦。我今仔日要讲的是科学家牛顿的故事。足久以前，伫西元1640年的亚旦梅，英国的某一个农村小镇，艾萨克·牛顿出世啊。拄出世的牛顿瘦阁无板，大家拢无想到，这个查甫囡仔将来会成做现代科学之父，对科学有足深的影响。牛顿细汉的时，是阿嬷甲车养大汉。高中的时，伊去外地读册，开始寄住伫一个药师的厝里。药师因兜有真侪册，真爱学习的牛顿，规工拢伫册堆内底看册。有一天，伊看到一本写机械制作方法的册，充满好奇心的牛顿，随着对册所写的，做出一台风车，而且佫是改良版，会当靠鸟鼠咧走来启动的风车。哦，原来牛顿嘛是小小的 maker 呢。毋那安尼哦，牛顿嘛开始研究各种风吹，看倒一种风吹会当飞上悬，甚至做一个鼓仔钉，摆伫风吹顶悬来教人吓惊。牛顿足皮耶！嘿啊，不过牛顿咧做实验的时阵，真正是有够认真的。有一届，牛顿要煮鸡卵来食，不过因为伤专心啊，竟然甲放伫鸡卵边仔的归时表摕来煮咧。牛顿遮尔专心认真，互伊发现真侪代志哦。亲像透过三棱镜的实验，伊发现白色的光内底有几下色水，就像氢同款是侪种色所组成的，包含红色、柑仔色、黄色、青色、蓝色、靛色、橘仔色。刷落来，佮发明反射式千里镜，互人就算伫足远的所在，嘛会当看甲足清楚的。后来是发现咱头拄仔讲的，甲苹果为树仔顶落落来有关系万有引力啊。传说中有一天，牛顿坐伫一张苹果树骹看册，雄雄树仔顶落落来一粒苹果，拄好就牵着牛顿的头。自然的，牛顿摕迄粒苹果开始想讲，是安怎苹果是往下骹落落去，毋是飞位顶悬的？敢是地球有一个力量甲苹果捡落来？若是有这个力量，也是安怎月娘袂落落来咧？对啊，是安怎月娘袂往下骹落落来？我的骹球甲苹果同款，煞拢会落落来咧。牛顿嘛研究真久。总算是推断出物体之间拢有万有引力，也就是讲，两个物件之间拢有相吸引的力量。就亲像地球甲苹果，地球甲月娘，地球甲乐乐你的骹球，因之间会有一个相吸引的力量哦。骹球甲苹果，因飞出去的速度甲力量比地球的吸引力较小，所以因会落落来。月球甲地球之间同款有万有引力，
但是因为月娘往外口飞的速度足紧的，地球的吸引力无法度甲伊扣落来，敢若会当互伊对地球射箍仔，所以咱才看会到月娘悬悬挂伫天顶。哦，淡薄仔好理解，毋过足歹的。原来我的骹球甲地球之间会小吸引呢。哈哈哈，无毋对，这就是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。牛顿的发现对科学研究有真侪贡献，就安尼，伊嘛奉叫做现代科学之父哦。哇，牛顿足牛的，伊发现足侪物件，我嘛要变做甲牛顿同款牛的人。豆豆，我嘛相信你会变做真牛、真厉害的人。多谢你，安尼我要和牛顿同款，专心研究，过来试看卖，敢会当甲骹球踢足悬，甲月娘比悬。乐乐有变倒啊哦，等我入去爱去试落哦，嘿嘿嘿嘿哈。